呢個唔係一個危機啊，一個我哋面對緊嘅已經嚟緊㗎喇。人工智能，佢點樣喺呢個機會嚟嘅時候，我哋仍然可以讓佢成為我哋燃亮希望，令人能夠活得更好、更有進步嘅一個呢樣嘢呢？3年一度嘅天主教學校教師日2026 5月18號喺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，適逢天主教香港教區成立80週年。今年活動以希望的傳承者為題，過萬名修會代表、校長同教職員齊聚一堂，探討 AI 科技點樣用得其所，喺數碼時代繼續堅守以基督之愛立德樹人嘅使命。孤單嘅感覺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好受。同時，大會仲特別安排咗2場精彩演出，帶出 AI 時代嘅教育反思。真㗎？一套係處境劇《AI 媽媽》，用故事探討 AI 世代嘅親子關係，傳遞科技可以模仿對話，而真愛係要以長久嘅陪伴、忍耐同犧牲，唔係隨便可以模仿發人心醒嘅信息。另一套係聯校舞劇《失序連線》，由明愛樂恩學校、順利天主教中學、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同將軍澳天主教小學聯手演出。舞劇用肢體同舞蹈呈現，展現未來科技世代，人類同 AI 如影隨形，沉迷虛擬社交之餘，慢慢失去現實溝通能力同同理心。AI 呢係唔可以取代人性。人呢有嗰樣能力好特別嘅，就算被傷害，我都會繼續去愛，我都會繼續去相信。我哋嘅信仰亦都俾我睇到我哋呢個點解會咁做呢？耶穌基督。周守仁書記喺致辭中提醒教師，所以佢哋唔係啲數據，唔係 cases， 唔係啲個案，佢哋係生命。佢哋有佢渴望，有盼望。雖然佢哋唔會話俾我哋聽，但如果我哋願意走近啲，用多啲時間，用唔同方法去接觸佢嘅話，佢始終會開放，因為佢哋係年青人。佢同時呼籲家校攜手，面對 AI 帶嚟嘅倫理挑戰，去推動一個人性化嘅、有倫理觀嘅 AI 教育。知識嘅傳遞可以借助科技，但係價值觀嘅培養、文化嘅傳承同埋人格嘅塑造，都必須通過我哋嘅老師，用有溫度嘅生命去影響生命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亦指出，科技雖然可以革新教學方法，但係永遠冇辦法取代我哋老師育人嘅神聖使命。隨住呢個大氣候咧，天主教嘅學校咧都發展咗一啲 AI 嘅課程啦，將 AI 融入喺教學當中啦。我哋都請到林偉喬先生咧，幫我哋去從呢個天主教嘅角度，包括咗價值觀嘅角度啦、宗教嘅信仰啦，去睇下依家 AI 嘅發展咧，對小朋友啦，對成個社會啦嗰個影響係點樣？咁唔好俾 AI 去控制我哋嘅思想，而係我哋點樣有效咁樣去運用 AI 去改善我哋嘅生活，幫助我哋嘅學習。我諗呢個都會係老師未來嘅一個好大嘅挑戰咯。我哋今日要大家一齊商討嘅問題，唔係 AI 可唔可以取代我哋自己，亦都唔係我能唔能夠教導學生跑贏 AI， 而係我哋要教學生點樣去做好一個人。所以希望我哋同我哋學生一齊，我哋自己老師們，我哋攜手合作，努力去做到成聖自己、聖化他人、轉化世界，讓我哋堅守呢一份傳承希望嘅聖召。有一個調查咧，有成差唔多接近一半嘅學生咧喺唔開心啊，或者啲困難嘅時候咧，佢唔會揾人去傾，佢會同 AI 去傾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正就係因為呢個嘅即係現況咧，我哋一定要咧繼續發揮咧我哋天主教教育嗰個核心嘅價值。活動尾聲，全體教師喺天主前作出莊嚴承諾，隨後由周書記親自派遣各位教師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教育同工，我哋嘅使命夥伴，
現在我奉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派遣你哋，請大家懷住謙卑嘅心，做我哋學生、我哋嘅小朋友身邊最溫暖嘅導航。願你哋以基督嘅希望為先為光，帶住牧人嘅良善心腸，陪伴年輕嘅一代喺科技呢個洪流之外，都揾到生命嘅真諦、方向同希望啊！